台北市的保安大队昨暝10点外，伫松江路路检，看到一台租赁车的驾驶无下安全带，就甲砸落来。这个驾驶无驾照，嘛无照实来报身份，尾啊竟然发动着引擎加速度逃走，结果弄到一个警察，警察是差一点互车链交过。警察伫咧路口临检，后一秒被车加速逃走，弄到警察。哇！足危险！后壁车主看到惊到，佮看一排这危险的画面，被车发动引擎，警察当时就卡伫咧驾驶的车窗边，加在有赶紧放手，不过驾驶加速吹油门倒车，警察却弄甲跋倒，险啊叫交过。昨暝10点外，台北市保大警察伫咧松江路交流道边啊临检，这一台左来车违规驾驶去调查。等一下，停。驾照对一下，好，切进来，证件对一下。证件，你有没有驾照？没有驾照。没有。到底要报什么？下来。有啊，我报了。驾驶后被报身份，发动引擎是咪酸？你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我报了。你干嘛？你干嘛？干嘛？回头想这件代志，细判的警察询问敢有驾照，驾驶讲无，佮黑白报身份证的号码，警察叫伊落车临检，不过驾驶外佮加速逃走，警察袂互动，准备要放手时就叫弄倒，加在干拿切伤。车内驾驶神色慌张，眼神闪烁且未系安全带，于查证身份时，驾驶疑似提供错误证号，为该车拒绝受检，加速逃逸，致远景跌倒受伤，经就医后并无大碍。警察定伫咧半暝临检的时候，掠到驾道驶车违规，尤其喙烂体检，当场一个笑，地当知影你敢有食毒。这摆驾驶是安怎心虚惊人掠？警察怀疑可能是无驾照，或者是扣通缉。正办关心会阁继续调查厘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